本影片絕非廣告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Purple Apple Land 留港消費系列自助晚餐。今集內容，我哋響2026年4月嗰陣去咗港島海逸君綽酒店嘅咖啡廳食自助晚餐。我哋曾經幫襯酒店嘅另一間餐廳幫襯食晚市點心放題，有興趣嘅就掃曲入去睇。去影片，酒店位置港鐵炮台山站 A 出口，一出嚟過馬路，沿住油街一路直行，行幾分鐘就到港島海逸君綽酒店。餐廳響3樓，搭 lift 上3樓，一出 lift 就到咖啡廳。自助晚餐用餐時間下午6點30分至晚上10點，你早咗到都可以入去坐陣先。餐廳環境睇到尖沙咀同中環嘅景色。我哋坐呢張台出去睇下有咩嘢食先。凱撒沙律、有紫蝦沙律、地中海魷魚沙律、薯仔沙律、蟹柳蟹子沙律、泰式鮑魚沙律、醬配波特酒凍、前菜小食、大蝦雞尾酒盅、芝士拼盤、凍肉拼盤、煙三文魚、日式刺身、帶子、三文魚、吞拿魚、油甘魚、八爪魚、希靈魚、7寸阿根廷赤蝦刺身、冷麵、各式壽司、蟹肉扒時蔬、鮑汁海參花菇煲、海鮮炒飯、雲吞雞、海鮮冬蔭功、粉麵檔，湯底有馬來拉沙湯、豬骨湯、清雞湯。自選材料有豆卜、墨魚丸、貢丸、魚皮餃，可以另加配時蔬。即煮意粉，自選材料有蝦、帶子、魚、雞肉、牛肉。自選醬汁有番茄醬、牛肉醬、忌廉醬。黑松露帶子炒螺片、蒸魚。四川麻辣魚配茄子及冬筍。藏紅花湯底魚配薯仔。薑蔥炒麵包蟹。花膠燉雞湯。胡椒炒大蝦。北京烤鴨，每人每次限取2件。焗海鮮。
百花樣蟹鉗，意式豬排片配松露蘑菇醬，燴青口蜆，燒味拼盤，叉燒、豉油雞、滷水墨魚，鴨胸，香草牛油焗龍脷，天婦羅，海鮮釀蟹蓋，芝士焗蠔，香煎鴨肝伴多士，每人每次限取2件。蓮蓉包，豬肉燒賣，印度烤雞，印度飯，咖喱雞，蝦片，羊架，燒美國有骨牛肉，蟹腳，蝦，青口，麵包蟹，翡翠螺，波士頓龍蝦，牛油，多款麵包，隔離有焗爐，中湯有蓮藕湯，西湯有番茄海鮮湯，M 字頭雪糕，有12款口味，綠豆沙，晏啲會有朱古力心太軟、芝士撻、蛋撻、窩夫、雪耳紅棗糖水、豆腐花、麵包布丁、白朱古力芒果慕斯蛋糕、士多啤梨忌廉蛋糕、綠茶焦糖燉蛋、日本水信圓餅、美式芝士蛋糕、紅桑子慕斯蛋糕、椰子熱情果慕斯蛋糕、櫻花紅豆麻薯、馬卡龍、開心果忌廉泡芙、黑芝麻瑞士卷、冬甩、黑森林蛋糕，有紫檸檬撻、朱古力撻、芒果拿破崙、血橙意式奶凍、焙茶木糠布甸、蛋白燉鮮奶布甸、雜錦曲奇、黑白朱古力牛角酥、啫喱、椰汁糕、桂花糕、糯米糍、蜜瓜、菠蘿、西瓜、蘋果、朱古力噴泉、
任飲山啤、熱水、檸檬、咖啡機、汽水機、冰粒、西柚汁、橙汁、蘋果汁、香茅檸檬水。呢邊放咗水，睇晒食物啦，去攞嘢食先。開餐啦，我哋樣樣都拎啲，好食嘅話會再拎。上機食先，刺身夠新鮮，三文魚好肥美，帶子都大粒，我哋都拎咗幾次食。花膠燉雞湯，睇下啲湯料都幾多料，真係有塊花膠，清甜好飲。我哋都拎咗好多碗飲。燒味拼盤，叉燒同滷水墨魚都咬得開。豬肉燒賣蓮蓉包，好味。海鮮醃蟹蓋，海鮮味濃郁，帶微鹹鮮甜甘香。香煎鴨肝拌多士，外脆內嫩，鴨香味濃。雲吞雞，雞肉嫩滑。百花釀蟹鉗，香脆酥皮，蟹鉗肉嫩滑，好味又彈牙，加甜酸醬好配合，好夾。片皮鴨，鴨皮夠脆，醬汁香甜。蒸魚，魚肉蒸得鮮甜嫩滑。鮑汁海參花菇煲，炆得夠腍夠入味。敲鐘時間，每晚7:15會有火焰野菌意大利飯表演。拎咗份火焰野菌意大利飯，試食先。醬汁香濃，口感煙韌。沙律類都好味。甜品時間，我哋樣樣都拎啲。綠茶焦糖燉蛋，香甜嫩滑。黑白朱古力牛角酥，酥脆口感，香甜味道。豆腐花，夠滑，仲好有豆香味。朱古力心太軟，自己另加啲朱古力碎，朱古力味濃郁。黑芝麻瑞士卷，好有黑芝麻味，甜度適中。開心果忌廉泡芙，都有少少開心果味。柚子檸檬撻、朱古力撻，撻皮酥脆，甜度適中。芝士撻、蛋撻，都好味。椰汁糕、桂花糕，甜度適中。食番球 M 字頭雪糕，揀咗呢拿夢幻味。
又到敲鐘時間。星期一至五晚上8時正會有火焰焦糖燉蛋表演，而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晚上8時正會有火焰朱古力意大利芝士蛋糕表演。我哋幫襯當日係星期六。食到飽飽，食物大致上都好好味。價錢方面，我哋響2026年3月嗰陣買咗 K 字頭網站嘅快閃優惠，第2位12蚊自助晚餐。要留意呢個優惠，每次需要訂2位。呢個係2026年4月嗰時嘅價錢。多謝收看，鍾意呢條片嘅話就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，亦可以追蹤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